19年前，台湾开放设置民宿过后，各地的民宿联合接动嘅出现。照公共区嘅统计，到今年正月的，台湾包括外岛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合法同唔签合法嘅民宿，加起来4157间呢。有的民宿嘅设备从5星级饭店用嘅，有的这个温馨。等下来看下台东池上清早接受辅导设置嘅民宿，系200年嘅老屋，为家人嘅生活。如果此言，伊能也可后裔同游客分享，尤其嘅青菜水果，伊能的人生观同生活艺术。接下来看下先。大作94岁嘅彭丽基阿公，我喺呢套青菜果子帮你推茶爱行。宋代世界改良设计，西洋手工艺做出来嘅买菜茶嘅彭阿公。真皮一记路好买菜嘅，落地伊门为厕所，看起来冷冷落落。不过，读得尼古代嘅彭丽基，系喺当日前嘅老路过嘅人打招呼，做出嚟享福嘅记，同买菜尽做一种乐趣。你上来买快乐快乐啊！因为呢，你保持家嘅身体嘅健康啊。就有运通啊，特早先送来送去又出力，都你讲爱活动，爱活就爱动。买菜系咪做到穿切，唔系彭丽基嚟上嘅。故所睇呢行嘅青菜果子，竟然都比其他买菜业便宜10個20零元，有時節還半賣半上數。佢講去安度勢。咱做得食到去种的东西，每一种福气啊，佮若佮去买东西啊，朋友就买3送1啦，佮就买1送3啦前两日就问讲，阿公，你的东西用买1送3，意思讲你看见的东西有家己啊佮亲友面子啊。70年前，也做20世紀年。彭丽基是被日本政府调到南洋來做日本軍夫。4年代，當日面對生命的安全，當好運呢轉到台灣，彭丽基經過命好，一般佢變到動樂館。佢看到我做按從而是按是，這飛機都來2台打我家，就打冇到要挖頭要打我，我氣，我苦我搖頭啊！自細佢啦，劍指入冷啊，個種子啊，很大捱唔到，捱命前好。地震場合飲咗一條命嘅劫，對生命還係寫。即使當時嘅時節，池上開始出現有年嘅一種遊記，彭阿公一停定隔熱，百家人體嘅青菜果子，一系列農業都唔肯寫。我種嘅菜兩公婆憑良心做事，你唔好食農藥，食農藥俾你吃多了，所以你殺人重樣。所以講你人生要做嘢土地。我阿伯嚟先我創業嚟，我冇嚟爭我寫咗佢做唔得啦。我弄中國人弄冇寫咗佢，冇啦，你按時沒食，佢哋攞嚟食菜人客來帶啊，你撈啊。現在有機的菜。我今天煮的全部都沒有假有機啊，全部都是真的，都是家裡的啊，沒有外面買的。一個對有機嘅堅持，彭鳳儀一同好分享。每日彭玉琴老西郎經營嘅民宿，提供嘅做暗餐、青菜果子做片片嘅啲富區嘅摘下來，有時節還把帶到廿人客，設置到菜園一體驗。還有蔥啊，還有高麗菜。我跟你講，來，我們現在每一個人就這樣哈，你要從這個底下這樣，要從頭哈，要這樣。那這樣的蔬菜，小朋友自己拔自己吃，也會覺得特別的好吃啊。這對大人對小孩都是很健康的，那環境也是健康的。那對我們所謂的都市人，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。佢種菜放喺電視，我爸爸種水果放喺電視。你來帶我哋倆，你就將我嘅家人、我嘅朋友共用到一起分享啊。彭玉琴經營嘅民宿，做啲池上太平當順巷嘅3排巷，規則3條都種人嘅大樹嘅老花草，
行客做地仍然看到几只池上的风景。为了本人客看到适度刺眼，做一档生意以维护亚太刺眼。民宿最大的污染就是洗东西的污糟水。故所彭玉琴决定以后做手工的茶壶。24小时里面会分解，对土壤、对水源都是好的，量来做会到。我都上工用来做，去复料，我又去研究。好，我们去外面做。这是强碱，这个是这个水。彭玉琴用天然的橄榄油、和氢氧化钠水加入木卡中的叶草、菜瓜水也掉，保留的甘油成分，唔加任何的起泡剂，洗以后的污糟水，24点钟制作分解的水度，来减少环境的负荷。我就老我妈妈佮种的菜个丝瓜水，就老去结合。我爸爸种的个艾草啦，或者是芦荟啊，通通都把它放进去。所以我做个茶壶，我本人洗世界人，我是一种喜悦。我要感觉佮要天要老人讲，老师你该茶壶用洗了我面唔会红扫扫啊我都真欢喜。一刻对一片大嘅人客，唔但將識到心安，用到也心安。不過彭玉琴用公婆冇滿足，還想要本人客做帶走太刺眼送嘅禮物。這是紅塊。特別風災過後，附近嘅河北當作出現當道嘅水大潮，呢度本地的沉山度整裝係幾下百年，實但是本人那做潮嚟燒。彭玉琴嘅老公賴建國知道當大嫂，要當生意推拿來攞，裝上銅杆、筆芯，塗抗嘅地度嘅天然嘅花紋就出來，表現出自然嘅香味。手工筆變做水大潮嘅第一隻生命。我做下手工筆，我要本佢講，給它新的生命就會講，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可以實用性的，做啲寫嘅筆。天意佢做啲有味氣，所以我愛選嘅樹種都會以紅塊、龍柏咩味氣咩當好，人家牛樟，牛樟嘅味氣。空氣啊，水、煙青啊，味氣啊，煙線管啊，掠攏做藝術啊，掠係愛點掠有嘅，愛點掠冇5星級嘅設備，不過愛點有5星級嘅享受。全新的木色，有力的松樹，從土地上的作物、樹上的蔬菜，變做人合適的東西，寫的茶壺，一下寫的手工筆，山上的枝仔條，我留大家分享，佢哋享受的呢太刺眼。